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21，诗篇13篇第5节安尼讲：总是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为你的救恩来快乐。三个来祈祷，赐阮救恩，互阮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怜悯的主，你是在阮心思意念的上帝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。主啊！当阮为着经济的困境、后代的前途、明仔日的食清用咧用心计较，用烦恼来挂虑的时，阮袂记你有你通倚靠，也袂记你只有你是阮上大的倚靠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软弱甲无信，求你互阮搁一遍来安稳伫你的内面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你的救恩也要互阮欢喜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咱每一天拢安稳伫主的内面，互咱的心欢喜，灵快乐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